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世界各国的城市，无同的街景有无同的风情。英国有一本真出名的周刊杂志，叫做《Time Out》，来公布着一份调查报告，是2万名的读者推荐选出着今年上酷的街路。结果台北的永康街第4名，讲永康街有美食有文化，会当看到台湾的水。 来到东门巷内，四个拢是特色的本清店，佮有选用台湾在地酸野的饼店。日本、韩国游客唔那爱来这佚佗，大学生嘛真爱来这耍。还不错，芒果冰，然后那边好像有一些什么牛肉面店。拄等东门永康街，看见台湾上水人文风景，周刊 Time Out 收集全世界2万的读者意见，选出今年33个全世界上文化街路。冠军是加拿大蒙特利尔，再来是澳洲墨尔本，再来是苏格兰格拉斯哥。台北永康街摕到第4名，拍败多伦多、杜拜、纽约和真济大城市。很好啊，可能就是去大汉森林公园的话，玩完会去那边吃一下东西，就还不错吧。民众感觉真公平。台北永康街头一摆入围，伫咧文章内底有讲到4个拢是101的餐厅，有传统好食的酱料，装潢甲真水的冰店，高级的精品店和历史真久的茶艺馆。这个的食食名声透行城，真有台湾文化的东门永康街，即马伫咧国际真有名，嘛有全世界搁一摆看到咱台湾的水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